唔講唔知電髮的原理。小朋友，電髮就係令到我哋本身直直嘅頭髮變成有彎度嘅捲度。佢嘅原理可以想像成為頭髮嘅形狀係由內部結構決定嘅。電髮嘅時候，我哋會先上藥水，藥水會改變頭髮內部嘅連結，令到頭髮比較容易塑造成為新嘅形狀。跟住你會見到髮型師將頭髮捲喺一啲捲紙上邊，因為頭髮已經變得比較可塑，所以捲起嚟之後就可以定出一啲彎彎嘅形狀啦。最後我哋會用另一種固定藥水將新嘅形狀鎖住，令到佢嘅攣度比較持久。所以電髮唔係靠熱一熱就可以完成，而係要靠化學嘅步驟，先軟化改變結構，再固定定型。因為涉及到藥水同埋頭髮會受到影響，所以我哋要記住，電髮要由有經驗嘅大人操作，並且按時護髮，保護返我哋嘅頭髮。想聽更多故事，可以致電27778899撳2字，或者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